我若要感谢圣神，因为圣神你有来，互阮真做圣的火来点导阮的心内，真做圣的风来牵结阮的心，真过圣的光伫黑暗中来引带阮，真做圣的真理来赶开阮的无知，真做圣的气力来克服阮的软弱，真做圣的活命来调定阮的心内。主因为安尼，就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来大胆来求讨，互你的国度伫这个所在成做人的祝福。特别你有今日有竞选你的囝儿来受洗，要归属伫你，就你伫因今日开始，因会有新的生命开始的中间，依然享受因有坚强的心。因为过来的日子的中间有渐渐有一的挑战，因的面前，为你互因会通天条主无煞。主你的教会伫这个所在伫运作的中间，有一需要你的引带，特别求你来掌权，互阮伫财务的方面会当得到你的祝福，互阮伫礼拜中间所有爱备办的事，特别伫忏悔的中间，你互遮的同工，因有灵来将你互因会在技巧会当奉献伫你的面前。主，我特别为着遮的青年来恳求主你。因为你互因伫少年的时阵就会当认捌主你，因是你教会未来的栋梁。由你追求甲你相相熟悉的中间，由你互因会当有灵甲因生的地地，互因的信仰会当得到造就，互因会当得搁较主正新的结连。伫明年度的时间中间，求你招募较济来分享一个这青年投入一教会的所有熟悉中间。以后所有的同工，拢会当有听来招呼因。主，阮感谢主你，因为安尼就阮要伫你面前搁一摆感谢上帝你，求你互阮会通存安静的心来领受上帝你的话。阮安尼祈祷，拢上督主耶稣基督圣子名求，阿门。这个咱要三角来启用圣诗的后面启用文第62，是对腓立比书的第2章所出。腓立比书第2章，既然恁甲基督既然有得到激励，既然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既然恁有经验上帝的慈悲恁就有三款的心志，相款的心，和谐的感情，一直的想法，通互我充满欢喜。唔通自私自利，嘛唔通追求虚荣。反倒着有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高。恁逐人唔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摄取。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同款，用人的形体出现。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使伊超越万名的名号。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伊领地上帝的一切骹头拢会腐败。这声一切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俾上帝。伊是要请圣歌队来学了上帝。因为所吟的诗是5万的歌，
中间有西班牙语，所以咱注意来听。咱做伙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新约圣经的第一本马太福音第18章，那么对21节来看到35节，无同款的版本，请咱三甲来看。马太福音第18章21节安尼记载：彼得来问耶稣：“主啊，我的兄弟也是姊妹得罪我着赦免因几遍？到7摆是无？”耶稣甲伊讲：“毋是，我毋是甲恁讲着到7遍，是着到70遍。”安尼，天国通用这个譬喻来说明，有一个国王要甲伊的奴仆结晓，伊开始算数的时，有人将欠几若百万银仔的人带到伊的面前，迄个人袂当行，主人就命令伊将迄个人甲伊的某囝，甲一切所有的，拢摕去卖来行祭。迄时奴仆就跪落地去求讲：“请互我限一世啊，我会通行。”奴仆的主人就可怜伊，撤销伊的罪，
放伊去。迄个萝卜出去，拄着一个平做萝卜个，迄个人只有欠伊几啊银，就甲伊掠，所以伊的颔棍讲：你所欠的，拢着还。平做萝卜个跪落去求伊讲：拜托，互我限一个，我会拢还。伊毋肯。但倒将这个人拐落伫家，还到伊所欠的拢还清楚。另外，平做萝卜的看到，非常痛心，就将所发生的一切的代志去甲主人报告。主人就捡了迄个萝卜来，对伊讲：你这个歹萝卜，因为你对我求。我就将你所欠的债拢撤销。我有怜悯你，你兼应该亲像安尼怜悯迄个平做萝卜的。伊的主人真生气，就甲伊关落家受刑，看到伊将一切债务拢还清楚。迄个大人若无对心内赦免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我的天父嘛袂安尼对待恁，袂甲恁赦免。以上就是要请本堂的由朴牧师来讲道。伊讲的题目是啥物袂记咧，就爱记你啥物物啊？因为这个梦甲记这个真歹翻译。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帮助阮记得你的恩典，袂记得别人的亏欠，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照安尼去行，互你永远的福气，甲你所要想事的，临到伫敬畏你的人中间，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愿这大家平安。啊，你袂记得啥物会，会记得啥物会。忘哦，就种袂记，咱袂记得别人对咱的歹，咱会记得上帝安怎伫遮来怜悯。感谢主，今仔日透过11月的主题，因为你来得到福气。咱的教会今年的主题爱记袂，做主门徒因你得福，所以咱有得福的关怀据点，然后得福的社区关怀的这据点，就是互做这的社区的朋友会通来到伫咱中间，也看见今仔日咱有社区的朋友来，今仔日要洗礼，因为咱大家会同工服侍，或者兄弟姊妹有机会认捌耶稣基督的救恩，互咱的性命会通得到永活。感谢主，也有透过11月的信息帮助咱，互咱知影讲咱会通成做一个有福气的人。要安怎得到福气？有啥物款的管道方法？这就是教会所爱做的啦。所以，因为你得到福气，互咱的性命会通渐渐成长。特别今仔日咱有这个兄弟姊妹6位要洗礼，3位信仰个别位信伫嘉南长老教会，然后这个2位的小儿会当伫这个父母的引带教导，愈来愈认捌上帝的恩典。咱透过故事今仔日的故事，如果咱去看15节，18章的15节一开始，耶稣透过这个经文来讲，就爱得到你的兄弟。华语讲，要赢得你的弟兄。伫故事的起头讲爱得到你的兄弟。伫故事的结尾，就爱讲，得到你的兄弟是爱对心底伫遐来做赦免。
你要安怎得到？如果若上马太福音的课程，你就清楚知影讲这段在讲什么。原来咱来看到圣经内底18章的18节讲，恁若伫地面上绑的，伫天顶也要绑；伫地面上套的，伫天顶也要套。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款的关联开来对倒来？对同心合意的恳求啊！所以后壁有甲咱讲，恁若2、3人伫地面上同心合意来恳求，天顶的爸要为着因来安怎成全啊？就是咱的祈祷讲，靠耶稣名，阿门诚心所愿，成全你的恳求。为什么要伫遮来得到咱的兄弟姊妹？伫遮讲，伊若毋对得罪你私下先甲伊讲，你若毋听，找2、3个，搁伊遐讲。伊若搁毋听，就甲教会讲。搁教会搁毋听，教会就安怎？就遮无讲赶喙啦遮讲可能亲像外邦人安尼啦，总是有迄个意思啦就种伊无法度伫遮来遵守遮个规矩啊。但是一个足要紧的讲，咱的主耶稣咧讲要安怎伫遮来得到，所以你爱写遍检测伊有得罪，互你伤害，你要安怎伫遮来写遍？那安尼因为一个若离开到尾啊，剩一个，免有2个、3个人同心祈祷，会通得到迄个快乐。所以原底有即款的意思，讲咱会通同心因为同心的祈祷就有大的快乐。所以像咱8点15、10点15，咱礼拜开始就来做即个祈祷会，参加祈祷会，同心合意的祈祷就愈来愈啥，就是遮快乐伫地面上，奉主的名来捆绑遮病痛，离开兄弟姊妹身上，伫天顶也要安怎？伫要捆绑，奉主的名来讨绑互兄弟姊妹心灵肉体得到自由伫天顶也要安怎？讨绑。咱的同心的祈祷就有遐大的快乐，所以若无同心，看到伊有够切咱内底看到伊就心内无爽快，那安尼就会影响咱甲上帝迄个得到福气、得到应允的一个管道。透过今仔日袂记哩啥物货，会记哩啥物货，就是爱赢得遮个兄弟姊妹，袂记哩伊对咱的亏欠，会记哩上帝赦免咱。提醒咱透过今仔日的目的，咱是毋是对心底伫遮完全来赦免？我亲像彼得讲7摆有够无？表示可能伊有共赦免7遍感觉足多啊。但是耶稣讲啥？70个7摆，安尼几摆？790摆。你敢会去算迄？你若了写到490遍，你敢会讲491遍无爱甲你赦免啊？袂啦所以伫遮耶稣的意思到底在提醒咱啥物？第一，咱的目的就是赦免几摆才有够。耶稣讲完全赦免别人，其实对咱未来有真大的影响。为什么？咱来做伙透过这段圣经，咱做伙来想看卖上帝赦免咱得罪伊。耶稣教示这学生的主祷文祈祷文讲啥？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像天人。阮的日子今仔阮后到遮就是咧讲啥？学咧上帝对无？互咱的生活的日子所需要的，拢无欠用。过来咧，赦免阮的啥？亲像阮要赦免咱的过，也是讲赦免咱的得罪。
亲像阮要赦免辜负，另外有翻译叫做得罪阮的人。这个人得罪我，这个人伤害我，我要怎赦免伊？所以在主祷文的时候，赦免阮的辜负，咱作自然对无？亲像阮要赦免，看到迄个就气啊！看到迄个鼻孔就呛烟，风火就倒，安尼你有赦免无？无赦免，因为你看到伊心内无啥爽快。但是嘛，伫遮咱看讲主耶稣咧教示咱赦免咱的辜负，咱来看讲上帝甲人的中间，罪一直是破坏人甲上帝甲人之间的关系。咱做下读来，就是恁的罪过，互恁甲上帝隔断；恁的罪恶，互伊对恁无听。那安尼这个罪影响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有影响讲你的祈祷会得到应允袂得到应允。所以咱就要先来处理这个。所以伫圣经讲赦免阮的辜负，免了人的债，赦免阮的辜负。伫遮咧讲阿兰文原来这个罪这个刑罪一个，伫遮咧指罪也是过犯马太福音18章，今仔咱所看23到35节是一个真好的伫遮咧提醒咱，犹太人因常常用的这个惯用语常常用的这个咧讲就是罪是罪的一个比喻。咱咧讲赦免咱的罪，毋是一项两项，这毋是咧指原来迄个原罪啦。是咧指啥？伫咱生活中间有意无意，咱的思想、咱的情感、咱的情目咱的目睭的欲望，也是咱的心内欲望，咱无行上帝无欢喜的耶稣咧讲就是遮提到咧赦免咱的辜负，也是赦免咱的罪，就是在咱生活中间，检查有当时看到迄个就气，所以圣经讲生气却毋通犯罪，毋通，互你的想意到啥？日落，日落就掉呀，对无？你生气了，赢赢了就安怎？好互伊死好互伊安怎？对无？所以用社会方法就是用目睭陪目睭，以眼还眼用安怎？喙齿陪喙齿，你甲我教一个，我甲你教两个，就是用这款方式，你看这个社会就是安尼。伫遮讲赦免阮的辜负，赦免阮的得罪，就亲像伫咱生活中间有做遮，伫思想、情感等等遮的。伫遮求上帝来帮咱，因为这位上帝透过这个主人，这个国王也好，这个主人伫遮咧甲伊下骹手人咧算数的时阵，一个欠伊1000万，一个欠伊安怎？欠迄1000万10两，那对中文的圣经伫遮咧讲是1000万两甲100个迄个比例袂通比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上帝是袂记哩咱的啥？咱的罪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上帝袂记啥？你的罪。伫十字架顶，耶稣替咱付上代价，所以一笔勾销，甲你涂销。好像咱讲设定的，叫涂销安尼。凭着信心来接受赦罪恩典，是因为上帝伊袂记哩咱，要赦免咱的这恩典。所以凭着信心，当耶稣基督讲，伫遐宣告基督。上帝赦免阮的辜负，你是带有信心伫遐咧宣告，总是后壁还有行动伫遐来改变。咱做下读来，咱若认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除咱拢总的不义。伫遮咧讲，就是讲，这位上帝伊真实公义，伊要赦免。
因为你的信心，所以互你会通得到赦免。所以因为这个赦免，互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就会当恢复啊。所以耶稣来就做一个管道，帮助咱。今仔念伊咧洗礼时，牧师会问：你有信上帝做天父无？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耶稣基督若无做你的救主，天会无别个拯救。所以透过耶稣名，互咱会通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当你得到了，你得到赦免，你会通好胆坦然的讲，好胆无惊吓来到主施恩的宝座前。这段圣经咱无读，就想为着咱心无受责备，咱就通好胆来到你上帝面头前。为着要安怎，咱做下读来。所以咱着好胆就近恩典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到恩典，做及时的帮衬。咱伫主日的礼拜进前祈祷会，学了上帝，然后咧，祈祷有啥物款的罪过，求主来赦免，通透迄个管道了。咱第三道，为着兄弟姊妹身躯病痛，需要供应，你的前途伫遐来祈祷恳求。伫遮讲，你会通好胆来就近这恩典的座位，大大来对主来开喙。迄个信心就会通得到上帝赦免、医治以及供应。所以咱看见这位上帝是愿意赦免，因为亲像这个主人、这个国王共款，伊有迄个慈悲的心，伫遐来怜悯赦免。所以咱主耶稣教导咱讲，赦免阮的辜负，因为伊是上帝本身，所以伊有迄个温柔的心来赦免咱。伊嘛有迄个气力，但是第二咱来看讲，咱呢，亲像阮也有赦免过的人。如果若伫讲这个主祷文的时，读到即句，你的心内若还阁有对人有遐无原谅的时阵，你要念无？你会通念无？你若念赦免我的辜负，亲像我若有赦免辜，看到迄个人还阁袂错，即句你莫讲啦，若无咧欺骗上帝嘛，对无？你着明明无，甲讲有。所以有当时咱毋是把主祷文当做一个形式公式，是真正阮伫天的爸，哇，伫天里愿你的名称荣耀，然后伊供应咱日食，你心内有相信无？你有相信这位上帝是赏赐你气息，互咱会通自由伫遮来呼吸的上帝无？所以这位上帝，你要像咱咧在家会主，咱咧灵修的时阵，这位上帝。啥物款的上帝，伊做了啥物事？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是毋是会通伫遮来帮助咱来赦免遮个人？所以赦免的一个真要紧的原则，到底要几倍？所以伫遮咱看讲，咱若无赦免，就无得到上帝赦免。所以咱若无袂记哩别人的遮个歹，上帝嘛。伊会记哩咱的歹，所以咱爱袂记别人的歹，上帝敢袂记咱的歹。所以伫遮咱看讲赦免的原则，要赦免啥物？就是别人安怎亏欠我，可能细细一个言语，或者一件代志。即马其实讲话拢啊真注意的，若无性骚扰，对无？哇！这最近就讲每一个人的感受拢无相，所以伫教会也是讲即马伫社会，小可较袂着。你若对你讲了即句话，对方听了无爽快，会甲你告你性骚扰。所以咱愈来爱愈注意咱的言语，所以讲的就是爱正面造就的话，就是安尼。所以这彼此来提醒啦吼。所以伫这中间检测话人受到真大伤害、亏欠。这段用欠，就是爱还嘛。你得罪，就是爱
补偿啊。第二，几遍敢有够？你捌下面人7遍过举手者？拢无啊？有啦吼。啊，其他遐少7遍以上，应该有啦吼。对你吼活较大，应该有啦吼，对无？意思是讲啥？不断继续。耶稣讲的是完全的饶赦，你就会当到490遍啊，491遍敢袂使？会啦。所以这个咱看讲，哎，人失败敢在完全啊？我失败就足好啊哈。但是上主耶稣讲啊，77的失败，就是完全的赦免，亲像上帝完全赦免咱。免怎赦免？对心底。毋是干那对情绪啦，我的想法我甲你赦免啦，但是心无啦，这会影响啥？咱的未来哦，所以念伊有一寡例来，即句话咱做下读来。安尼，恁逐人无用心赦免恁的兄弟，就我的天父也无宽待你。你若安怎无用心赦免，你无袂记。上帝就安怎，甲你会记，记伫你啊，你会无好，所以嘛要照安尼款待你。所以要安怎对心底伫遮来赦免除了求主来帮助咱有这个恳求。所以拄仔咱看这段圣经真长，咱会通哪看？所以对安尼了看，主人调伊来派罗卜，因为你对我求，我就安怎将你所欠的拢安怎赦免。你减着怜悯你当做罗卜的嘛，亲像我怜悯你。你会记得上帝安怎怜悯你，所以你就爱安怎怜悯人。这是对心底。第三，咱看讲赦免的主要的原因是啥？因为上帝先听咱，先赦免咱。人欠主人1000万两。人求主人，主人安怎动了这个怜悯的心好啊，好亲像耶稣替咱代求，然后为着咱来付上代价。虽然咱可能是1000万的，但是耶稣替咱来害，咱为着咱来付上代价。所以第二，咱就爱安怎赦免人。但是这个内容，人敢若欠你10两。你欠主人1000万，我差几倍？你都互赦免啊！你阁无来赦免，人甲你求啊，你阁无要赦免，好甲扣的足歹安尼要甲送官府。等伊所害这个罪若害了，会通得到自由。耶稣要甲咱讲，就是咱若无赦免，就无得到赦免。全人的意志的一个脱界，就是无法度去赦免人，所以安尼袂通得到主的赦免。所以伫遮主人叫伊来，你都无要赦免人，所以我无要甲你赦免所以主祷文祈祷先好好祈祷，赦免我的辜负，亲像阮，若未像今仔日经文讲赦免伊，将好好。来到伫主的面头前。第二就是讲，伊会交伫遮个受刑者就将刑的，就是讲迄个要甲你刑罚的人的手中。这段咱做伙读来。对安尼，伊的主人调伊来，甲伊讲：歹罗卜，因为你对我求，我就将你所欠的拢赦免。你减闻着怜悯你当做罗卜的，亲像我怜悯你。伊的主人受气，将伊交代刑中，听候伊一尽还所欠的。所以讲去互迄个刑中，就是讲伫甲你刑的有一位印度的萨杜。这孙大手牧师，当伊伫马来西亚，伫为着一个马来西亚的姊妹伫祈祷的时阵，这个马来西亚
姊妹，伊有得到25年的伫25年的下躯喘，伊走遍遮个找遮个名医，拢无法度得到医治。当即个牧师伫服侍祈祷的时阵，即个姊妹伫咧中间来接受到伊的祈祷。当牧师萨顿牧师为着伊祈祷时，伫圣神互伊看到讲，即位姊妹伊伫25年的中间，伊的心内有做遮个苦事啦。圣神甲感动讲，即位姊妹伫25年前，伊的翁婿有外遇。所以心内有做遮个苦毒、生气，表面上检采都相安无事、贤惠，总是伫心内伊受到遮个万分苦毒，伫遐拔掉的，所以致到伊的身躯出问题。上帝启示这个牧师讲，马头因18章33到35。甲这姊妹讲，如果若无赦免，就会交伫迄个刑中掌刑者的手中。所以原来就是咧指讲，受交伫遮个邪灵借着逐样的遮病痛，伫遮来困扰咱，互咱的身躯做会出问题。所以伊就问迄个姊妹讲，25年前，你的翁婿是毋是外口有别个查某？哇！伊本来无想要讲，结果后来伊不得不承认，真正哇！圣神就感动，伊嘛无甲即个牧师讲，所以圣神甲即个牧师启示了问，然后讲你着爱赦免。本来无想要赦免，最后牧师甲讲，你若无赦免，你着袂得到即个赦免，得到医治啊。后来跪落哭30分钟，然后做赦免伊的翁婿的一个祈祷，像牧师咧带兄弟姊妹咧做这个内在医治的祈祷，头一个讲，我拢会问，你有愿意来赦免这得罪你的人无？若有来，我带你祈祷，我用上帝听来赦免某某人得罪我。所以当这姊妹安尼做这祈祷了后，上帝就医治伊这25年的这下躯喘。这是个案哦，你问讲牧师我下躯喘是毋是我翁有迄个吼？千万啦，安尼像等于吼，恁翁来找我就废去吼。所以这牧师针对这圣神啊启示伫个生命内底，因为这件事，所以伫迄中间，这个姊妹来得到医治，长久受到这个刑中奖刑的伫遐来折磨，因为做赦免的祈祷就得到医治。萨顿牧师伫伊的服侍过程中间，伊发觉讲有真侪这个妇女病，也是这个癌症，有真侪是因为无赦免、无要赦免造成的啊。那安尼我就在想讲可能是大部分咱做兄弟的，拢互这个妇人人吼，安怎气甲吼。所以兄弟加油吧吼。所以有当时因95%的妇女拢承认，因心内有一寡就是无赦免的所在。赦免会影响咱甲上帝的关系，赦免会影响人甲人的关系，赦免嘛影响上帝要安怎应允医治讨饭咱。咱来看一段影片吼，这是做一个基督徒，你面对可能你的亲人受到伤害的时阵，你要安怎去赦免？足无简单的。这是伫旧年911的时阵吼。由据宇的追思会，牧师跟亲友难过不舍，一边回顾他生前的影片，一边回忆他们一同经历的美好。而这时，台下还有一个人默默坐在第2排角落，只能一脸惶恐，安安静静看着台上。他就是造成这起6死11伤的阿罗哈客运司机吴协松。他要去寻求罹难家属的原谅，可是我在画面看到他下跪。被人家骂，没有人要原谅他，也不准他去上香。神的爱怜悯就临到我。
听到尤爸爸这一番话，才终于让他放下心中的大石头，有了勇气在大家面前表达自己内心有多难过跟后悔。因为我让这么好的孩子离开了俊宇的家人，真的觉得很对不起。尤俊宇原本赶在大学开课前跟同学要出国旅行，没想到却遇到这起不幸意外。尤爸爸从原本接到电话的惊恐无助，经过这几天沉淀，到追思会上这一报，也把怨念化为宽容。而这段时间一直不知所措的司机吴协松，总算感受到一丝暖流。但接下来还有其他5位死者家属，仍得靠他继续用行动来一一取得谅解。TVBS 新闻，艾兆贤、何一信高雄报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影片啊，这段影片看到什么？看到这位尤俊宇兄弟19岁啊，因为坐阿罗哈有6个死亡，11个重伤吼。咱看到当失去咱的亲人，咱若是当事者，咱敢有法度做这款的赦免？足无简单的吼，总是咱看讲，这位尤兄弟伊嘛是凤山灵粮堂吼，福泉灵粮堂的一个小组长，本身嘛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伊会感受中做一个司机有迄个真大的责任嘛，哦，总是因为有这个信仰，伊会通伫看见别个家属拢无谅解，伊要去伫遐甲因上香。念香啦吼，拢无爱互伊做，无爱赦免。因为有上帝疼，伊会通伫遮用疼来赦免这位司机啊。这是伫去年9月11，伫咱的高速公路所发生的代志。咱看见因为一个疼，因为咱会记得上帝安怎赦免咱，检查咱有真大的遮个亏欠甲罪过。今日透过这段圣经嘛咧提醒，原来咱袂记人会歹，就互上帝恩典充满伫咱内底。咱会记上帝恩典赦免，咱才有迄个气力去赦免人。所以头一个，咱要恳求主上帝，因为伊是要愿意赦免咱的。所以今日透过洗礼，咱是归入主的名。互咱的这一切亏欠上帝，伫上帝面头前拢安怎一笔勾销，清了了。耶稣已经清咱的笑。第一种咱要安怎伫遮来恳求主，所以咱嘛会通带人伫遮来做决志哦。感谢主，进前我去买鞋啊，这位姊妹，哇，我一直咧为祈祷，第一场的礼拜，伊就来做礼拜啊。感谢主，咱要哪伫遐带人来信主？第一个就感谢主，学了主，伊伫视为价顶为咱付出代价。第二个，对不起啦，我都毋捌你哦，插头、树头、石头都起来拜，用家己的方法要来过幸福、超出幸福的人生。甲上帝讲对不起邀请，所以伫遮咱做伙来读说我邀请你做我灵的主，主耶稣，我爱你做我思想的主，主耶稣，我爱你做我感情的主，主耶稣，我爱你做我意志的主，主耶稣，我要做我身体的主，靠主耶稣。为什么有这段的耶稣主权的祈祷？因为靠咱要做主，我若要赦免伊，可能无法度。亲像遐5个家属，我要赦免因安怎？我的心思、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无法度。亲像迄个敢若欠伊10两的，我无法度赦免伊。但是因为有耶稣邀请你做我灵的主，互咱甲主上帝会通连结。上帝安怎赦免？记得上帝安怎赦免我？因为神先爱我，我才能够爱。
因为上帝你先听我，所以我才会当听。哦，耶稣，我邀请你做我思想的主，就我要安尼一直想，因为别人一句话、两句话，我就行袂出来。耶稣，正做我感情的主，袂因为一句话、两句话，我的感情安怎屈掉的受伤、苦毒、怨愤。耶稣，我邀请你做我意志的主，我就袂做错误的决定。耶稣，邀请你做我身体主，互耶稣做主，咱才会通活出啥物？赦免别人的亏力甲生活。求主来帮助咱，会通伫遮来透过这段圣经，互咱明白，伫这段圣经咧提醒咱，爱袂记哩人的歹，会记哩上帝安怎赦免咱，咱才有迄款的气力去赦免人，咱的心灵才会当安怎得到自由。同心来祈祷，主，阮奉你的名来到你手的宝座前，阮知影你愿意赦免阮，你愿意承担阮一切罪过，求你来帮助阮，互阮来明白你的怜悯，甲你的疼痛。感谢伫阮的生命中间受到侪伤害，耶稣，你已经为着阮来受刑罚，阮得到平安；你为着阮受鞭挞，阮得到医好。想使阮够遐的气力，去赦免过去伤害阮的人。检测阮比因亏欠主上帝搁较侪，但是你愿意赦免阮，愿意听阮。主啊，想使阮有这款对你来亲像你的款式，来赦免遐个亏欠阮、得罪阮、辜负阮的人。今仔阮要领受你的恩典，阮需要清洁阮的内心，才会通得到你所要予阮一切福分。恳求你这时甲阮三合同在，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这时要来举行成人的洗礼，咱要大声来吟圣诗354首。咱一个吟第一节、第二节，在吟的中间，请这要成人洗礼的兄弟来到伫头前。咱人既然大罪出世，先被上帝一段恩惠，拣选人当罪家瑞，先家的人感动罪过，诚心观念把人感恩。可以站过来一点。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反悔话。伊对死人中过活了后，还未上天的大圣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基督耶稣的名受洗礼，
告互恁的罪得到赦免，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囡仔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受洗礼，但我也安尼对恁讲，恁着深信，恁若真是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你们要受圣灵的充满重生连结在耶稣基督。当恁要受洗礼，你们要受洗，恁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头前，在上帝跟众人面前来做信仰的告别。请恁主来听牧师所要问的哦。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无？有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无？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无？那个 PPT 帮我打一下。我们填了。廖庭安，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圣神要甲你三同在，清气你的性命，互侪侪人因为你来得到福气，靠耶稣的名，阿门。因为你受误，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旧的代志拢要过去，一切拢要变成最新的。上帝要使用你，成做带人归主的领袖，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张大全，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做圣神要赏赐你开力，引带全家直接来归主，也互你所接触的人会当因为你来得到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于是美，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圣神甲你三合同在，坚固你的信心，医治的权能充满你，互你会通经历主大权能的医治，靠耶稣的名，阿门。靠用配，
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要想赐你有侪恩赐，会当成做青年人的模范，影响侪青年人来信靠耶稣，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杨慧勋，我用水甲你行洗，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要使用你，伫无共款语言的中间，要来成做伊宣告的管道甲出口。愿主来祝福你，互你所行的所做，会当好胆来宣扬主的福音，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愿恁的神、恁的魂、甲恁的身躯，伫主耶稣过来的时阵，拢得到保全，无通欠。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南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同心祈祷，怜悯听阮的天父上帝，你爱万人归向你，无愿意有一个人伫黑暗中来沉沦。你听这个兄弟姊妹，你赦免因所有的过犯，你用你的慈爱诚做盾牌四面来固守因。你用圣神来赏赐因，感动因的心，认耶稣基督做主。愿主坚固因的信心，直到主你过来，也互因伫因的生活中间，成做因亲友，得到福气的管道。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向前，然后向后转，咱来请小会员来接纳。咱来请这来位属灵的谈判对平安廖平安来。往前站，好吧，往前恁若叫着恁会往中间站来，秀儿姐咱请方慧姐来，目白小洗洗者来。好，
张大全哦，啊，好。来，于思梅。好，荣佩哦，敏媛哈，思美，有照了，哎，照了，来慧勋姐好。哇，咱一人得救啊，伫天顶嘛，为着因欢喜的吼。还佫有无？哇，加袂完啊！可能爱帮伊斗客啊。感谢主，好。咱先来。松大哦，所以你参加愈济，领愈济啦吼。好，够啊，可以了。等下欢喜到困袂去啊吼。好，咱来介绍，咱对，来，还没有。咱对上少年的来介绍啦吼，这个杨李秀娥。啊，杨李秀的家人啊，好不好？啊，咱得福了哈。好，阿哥啊，好来，过来吼，咱来欢迎这个慧勋、田安甲思梅的家人啊，来。我先介绍他们个人了哈，来，我们慧勋的有没有朋友？哦，在那边哈好，田安哈，田安男朋友没有站起来啊？好，请坐。思梅的家人哈，思梅爸爸妈妈姐姐大家兄弟姊妹，好，请坐。荣佩咱来咱新任的长老苏晨爸爸楼顶伫楼顶咧无闲，妈妈伫遐元君。大全好。
感谢主吼，家己来安尼啊吼，以后就带因后生查某囝来吼。好，来，那个有欢呼了，赶快嘿。虽然我们是15、16小组的欢呼，但是我们也同时欢迎所有的受洗的弟兄姐妹，好吗？哈，啊，会唱的一起来唱哦。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欢迎羊回许。进入神的国度。好完成的时候请回座。一个人得救伫天顶嘛是安尼，为着因搁较欢喜啦吼。咱来吟圣诗。354首第3节、第4节，请要信仰告别的3位姊妹来到你头前。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因才会徛伫众人的面前，是已经接受洗礼，当恁要用信仰告别来告别恁的信仰，通有份委身伫迦南教会，主所听的黄素英、魏家正、黄家文，恁已经受洗礼，结连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他教会会友，属伫伊上帝的恩典，也互恁伫信仰顶面来徛在，伫上帝甲众人面头前，要来承认这个信仰，来归属伊，献家己互伊，也定心誓约来服侍主。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我天父的爸面前要认伊。所以我劝勉恁着告别恁的信仰，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头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请恁注意来听牧师的问。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功劳来得到罪赦免啊无？恁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恁已经受洗，这时恁家己来告别恁的信仰。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南小会官并接纳恁做嘉南教会的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同心祈祷。全能的主上帝，你呼召人伫教会中间来兴起你的圣工。也呼召这3位姊妹委身伫嘉南教会这个属灵大家庭，伫这个所在要为着主来做工做业。愿主你赏赐福气开来对顶头来智慧能力，互因伫因日常的生活
为主来做见证，诚做主祝福伫因的亲友的管道，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请向前后转哈，请小委员来接纳。伫遮要来，先来送吼，来先来送迄个素英姐吼，素英姐。这中这是因先生啦，等者好无？结束咱等有翕相吼。好。来嘉文。来嘉靖。爸爸哈，哎呦，咱来介绍吼，咱来介绍，送了搁人客气安尼，来，咱来欢迎这嘉靖的家人哦。亲情朋友50阿嬷真欢喜啊好嘉文嘉文的家人咱新任的执事秀凤姐的查某囝来，咱的黄素英姐妹因先生是日籍的日本来恁敢有搁特别的无啦咱搁一人拍鼓眼祝福好，咱来。吟圣诗352首，第1节、第5节，请要小儿细礼父母甲因带到头前。生活所行的日，后退一点，后退一点，后退一点。有人带细囝就近耶稣，要互伊往学生接避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的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
既若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换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个事，要求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恩典的约的后裔。上帝用洗礼来带因做上帝家来的囝儿，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当恁的细囝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的面前来告别信仰。请恁注意来听。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规律，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着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因所行下伫上帝教的法度。恁有要安尼行无？愿主来赐互恁，互恁甲恁的细囝拢得到帮赞来守这个约。陈允恁，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有属天的智慧聪明，互你对细汉甲大汉，上帝恩典充满你，互你一世人拢行伫主恩典的道路，靠耶稣的名，阿门。不用怕哈。吴莫言，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互你也有属天的智慧，互你有属天的胆量，会通伫你人生的道路，拢有天使保护你，直到大汉，你承受上帝恩典，靠耶稣的名，阿门，阿门。这莫言本来无啥话讲啊，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两个细囝受接纳入伫伊的教会，做未背叛会员，有份伫新约的恩典。当这个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自作证。也着三甲分担责任来培养因，造就因的信仰，直到领受坚信礼，同心来祈祷。祝你听细囝，你讲天国是即号人的，透过这细囝的款式，提醒阮做成人的，常常会通学习